再来看这查某名称易淑宽的后生易宝红，伫台北市的信义区的夜店去杀死警察，互人家判刑。进前呢，捌转去到外役监，引起心渣造假的风波。目前这检方呢也发现讲，这易淑宽呢是涉嫌有污蔑台北家角的承办人员，才会互伊的后生会当选去到外役监。昨呢，这检方是除了去甲敲诈，也来约谈易淑宽，也有家角的人员。 在伫廉政馆边啊，就是主审艺人叶秀宽以向互带转去约谈，表出这是和因后生有关系。多年没有一起聚餐过，就那一天而已。叶秀宽的后生叶宝红犯下信义夜店杀警察案，获判刑确定了后，捌转去外夜间。不过，苏东市的相关审查捌表出造假争议，但佮发现背后确实有问题。 他是第一次承办这个业务，因为观察乐界不会算入累犯的一个犯次，所以说以自己造成他误会。迄阵的矫正署高层捌亲身上火线回应审查，并不是造假，是甲方一时的疏失。不过这回检方发现，叶秀宽疑似涉嫌污蔑甲方，互叶宝红下当去外夜间服刑。如果这波行动唔但约谈叶秀宽，也朝台北家角等所在，加真侪位检所人员带转去。 该间系在上午配合检检单位入线调查，那本署也有嘱咐该间全力配合。北监是几位被约谈啊？这个目前案情因为仍待检检调查厘清。检所表出污蔑案常常发生，捌因为600案立家服刑的东兴总裁王玲玲，都表出污蔑业政官伫家中享特权。金门家角有管理员涉嫌替其阿的毒贩传话，和按照涉密来判刑。目前违法的问题真多，到底要安怎防？公务体系，尤其是在警察跟监狱里面的行贿基本上没有那个一个两个，一定都是怎样？有的话全部大部分都有收了。那如果大家都有问题的时候怎样？就不容易爆发啊。它往往都是结构性的问题就在这里。 其实外夜间条例已经伫前年加严标准，除了有关申请人选的服刑刑期，也排除重大暴力等犯罪受刑人申请。上路这1年外，立法院又搁修法，适当放定人选的资格。不过有学者认为讲，关键是伫欠外部监督机制，相关的决策无公开透明，加之司检所的污蔑案和问题一直发生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